讲到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争，致使着黄豆马麦啊，抑个翻倍一寡国际原物料拢起价，连带影响到一寡产业。伫咧家己绿草啊，个基地农民，也呼吁农委会着爱开放溪埔啊，互因种翻倍，也着爱提悬这饲料翻倍奖励金。甲翻倍爬过来看，有一半拢是袂大的翻倍，看这会残，甚至一半以上拢无法。家己县当朝补地，因为土壤盐化，种出来的翻倍拢袂当申请补助。农民希望政府针对特殊区域放宽收购的数量。是因为土壤盐化的关系，种袂起来像这来采收，一定无甲大家咱迄个农粮署咧所估的标准350斤，所以这会产生农民的困扰，伊的迄个奖励金会无去。除了沿海地区盐化地的问题，为着提悬国内种翻倍的数量，家己县绿草以及当朝的民意代表做伙向立委申请，希望毋但提悬青瓜翻倍的奖励金，嘛开放河川地来种翻倍。鼓励台湾咱的农民来种植更多玉米这个也是解决所有整个咱的畜牧产业它整个生产链的一个问题。咱的政府真正爱重视阮农民的权益对这个奖励金的提高，希望讲咱行政院这一边可以多加考虑。立委表示，家己县种植翻倍有将近1000公顷，将台湾要5成的收成。因为战争翻倍进口受到影响，希望政府调整政策，增加农民种的意愿，让国内畜牧环境会当平稳。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